大家好，今日同各位介紹龍運巴士嘅富豪 BGO-TL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住訂閱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開始。載通國際在2007年中引入45輛富豪 BGO-TL 巴士之中，其中10輛由龍運巴士擁有。巴士除了全數配用 ZF Ecomet 26HP 592試播箱，使用 Lazzarini 座椅及下層配置行李架之外，其他規格與九巴的 AVBE 相同，車身同樣以散件 Completely Knocked Down (CKD) 形式附運。到港後隨即駛至九巴屯門車身裝嵌廠負責組裝，於2007年夏季至2008年春季投入服務。普通版車隊編號為701到709，以及一輛豪華版本，車隊編號401。2017年3月，401 MX9771 被重新獲分配，編號710，與普通版巴士看齊。2017年底，有討論區消息指，這批巴士將會轉售九巴，因為他們的電子牌於同年4月被加入九巴路線資料。其中5輛巴士703、705、706、707、709曾於6月1日行走多條九巴路線後封車，隨後因未獲運輸署批准而被召回。2017年12月，701 MX4719 原本使用的 Gorba 綠色 LED 電牌被換上來自丹尼士3叉戟12米301 Dick Hanover 舊式綠色磁翻電子牌。而其他巴士亦於2018年開始陸續換上由九巴退役車輛拆出的同款電子牌，例如709 NG994。隨後這批巴士被編為後備車。2020年8月起，因九巴的富豪超級奧林比安 Sam ASV 及丹尼士3叉戟 ATR 陸續退役，但新車未能及時出牌頂替，令車源變得緊張。同時，龍運則因本地新冠肺炎疫情下，政府逐步實施大幅縮減入境人流及限制非本地居入境，使機場使用人次大減。龍運巴士大幅縮減大部分路線班次，引致車隊過剩，因此安排本批次部分巴士701、702、704、706到710轉至九巴行走，並於2020年12月正式轉售予九巴。2022年1月，龍運巴士再將703、705轉予九巴，標誌住此批巴士已全數脫離龍運巴士車隊，亦意味龍運再沒有以尾續驅動的雙層巴士行走。最後，這批車於2025年9月18日正式全數退役，亦即代表香港已經再沒有任何歐盟3型巴士行走。